Sunday morning 啊，一起熊睡梦，熊睡梦不要。Sunday morning 啊，一起熊睡梦，你不熊，爱熊。Sunday morning 啊，一起熊睡梦。Oh yeah。Sunday morning 啊，一起熊睡梦。Every day's morning it really cold, but 比起暖手的风景还想起我 ，Boy just wanna go。错按不跳唔好的情绪撕裂到错按不跳 ，just 他爱讲 play the song， 配上都爱讲我会再上可以从中爱分析的方式可以从 yeah。讲安惊你都袂通摸啦，来创的行比冲伫面冲是高卡，闹钟的心给老爱从来是唔下，maybe爱骗心，做得变心的，你写什么的声音 ，you can do something， 哎你种迄种日剧中点点的，比头去点，情个向水滚都会去到天天的，你去过吗？全部爱一定是给那个今天再续好点呀。Sunday morning 啊，一起熊睡梦，钟爱心嘅老爱就来摸下。Sunday morning 啊，一起熊睡梦。就算世界全落水果啊，爱定爱一面从天气抢呀。Sunday morning 啊，一起熊睡梦，熊睡梦不要。Sunday morning 啊，一起熊睡梦。你不熊，爱熊。Sunday morning 啊，一起熊睡梦。Sunday morning 啊，一起熊睡梦。Sunday morning。Sunday morning 啊，一起熊睡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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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沙咧強下合唱冇強弱我，好強啊嘛，係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好聽。希望意，今日當歡喜節目當中咧咧，音樂好朋友啊，你阿瑞太好朋友，咪係大家都喜歡嘅客家創作歌曲，你細細來分享，羅賓鄭崇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鄭崇偉，鄭崇偉，仲要 go， 大家都係 go。香港呢，你係你嘅。饒舌嘻哈饒舌小王子來分享聖代茶線 King。大家好，我係聖代茶線 King。喲，看到你嘅面子有你想廣東都會嚇？冇啊，冇，凍定一下。好，來分享 Asta 鄭雅娟。大家好，我係 Asta 鄭雅娟 ASTA。哦，Asta 的意思是相愛的意思，對不對？好，所以兩今日三屆來到節目當中。來帶來魔強嘅表演，呢一係因為要高原順風嘅表演而合體嘅錯，我唔錯。因為呢一擺嘅表演上講到，平常時大家對表演嘅印象係冇強樣，因為可能平常時走演出嘅時間都係一組演幾多分鐘，一組要幾多分鐘嘛，長體時久咧，好唔會有連接。我有時想講，到三沙係好朋友是強下來做了演出，三沙一堂課嘅時間，三沙都係推動嘅。哦，係，跟三沙第一連堂嘅時間哈，因為本來是這個演出，你一擺要講你彈吉他，你係 rap 嘅部分，你搞了鼓機哈，我哋講你有可能都要看下連堂嘅樣片哈，哇，真的是很 freestyle 哎，符合是不是？我記得他們要拍的時候，記得迄個時間本來是冇來用喺網絡上的，係，結果呢？結果唔過我啱知道阿蠻好笑。係啊，我要看到腳動過，點解做馬計？唔過你樣片，馬上嘅腳好作下聲，馬上彈過，梗係容易。要啦，從會咪作斷褲啊？係啊。
哎，你最近上的是阿斯塔嘞，系么？系，hắn係這樣，系么？你可能咧聖誕節用啊，你可能用上，講嘅，腳卡人講，開始講機啊，那開始講機嘅，你講。哎，不過其實俺糖的連團可能樣片小動強送動詞材，係啊，體排俺合作要買感覺，動出機啦，哎呦，都好高啦，好高啦，你想好高，好高，問了解最會講食材不會了解，你是當用班？我起都容易唔好係嗎？没有，我觉得按一起都按慢 freestyle 是可能大家一起帮我合音啊，或是一起合唱的感觉，就是真的跟平常我们在表演真的完全不一样。因為你自己平常時有團啊，有你的蘿莉控啊，不過我冇彈別聲音的重奏，就是都是他們自己，他們自己，所以這次就是還蠻認真去練習的。哦，所以老幾兩個合作用扮演好高嗎？阿斯塔他係強用兩邊，全兩邊，強用，就繞左轉這些是強用。那聖誕呢？現在呢？好 freestyle，好精彩。好精彩。走啲。我剛剛問講專業嘅阿斯塔你知道喏，你要擺按合作，自己要買器材嗎？器材哦。器材做得順利做演出，我哋一重去膽床。希望做得順利做演出咯。係啊，做得順利到過重好。因為已經順利嗎？嚇，都已經要順利。都見哦，慳做得啦。做得啦。係啊，因為呢，啱時是會有演出咧，9月場、10月場、11月場，總共3場嘛，嗬。一3場，你又排目是會到咧哦，嗬，加建也是可以嘅。都已經會做得準備好嗎？差唔多了。仲要信心咧啊！差唔多了。咁仲要講咪講，做得過嗎？做得啦。哎呦，好見阿用女啦，大家講一下，你一擺發同有一張名按到下課咧，大下係下，下架係下。按係下課咩嗎？下課了，下咧，下咧，講係按用嘅呐，歸你係下課。有冇到下課咧？哦，因為佢拄好要跳按到下課啊，叫我哋要拄好去學校做演出嘛。就像講韓國嘅羅賓基跳之前寫企劃嘅時節，叫上到一團講，跳埋到學校做咧講下嘅戲台。係，你冇見過吧？係見冇。老一輩已經見過。老一輩，我堂我妹講嘅，係啊，我妹是有跟我講這段故事，然後我後來又看到一張樣片。好像台灣吧的影片，可能是起到感覺動情，因為誰之間唔會講下，我覺得是也有受這影響，就是到後來的爸媽都比較少跟我們講客家話。到今自家開始做行業，從這樣開始到客家話念進來。錯。哦，所以我未。你未係，講你帶啲客家做，你爸媽咩都講。他也是比較大的時候就全冇帶離開那個阿婆家啦。哦，所以還冇講哈。全冇講了呀。好歹你有寫歌呢哈。那你嘅母語我還好。我未從寫講，係啊，因為我兩沙都係從寫，要聽錄音加講。所以你下寫歌咪當好風範嘛哈。你一擺呢就強3場嘅時間，先攞大家簡單介紹。9月11號係體育場。定喺單位呢？平鎮國中平鎮，個體育場10月25號的龍興國中。咪係平鎮哦，該係中立用。中立。第3場11月25。22號係11月22號定喺。係的兩灘國中，兩場係國中，頭前兩場係國中。兩場未下貼片要開放本內部嘅民眾。鄉親啊，鄉親做得落來，不過又有限制哦，用音水限制30張音，30改天哦，哦，大家愛報名用班報名啊，就早點來排隊。哦，錯，你講看演唱會時啊，用音未係冇？好，你3場嘅演出，當然做得follow你都會咧面書啊、粉絲專頁啊，都會自信嘛，哈，到底咧下課咧呢，咧3屆組合要買神奇嘅事情，通過用音當會寫情書啦，哈，用音啲學校搶寫怪學生啊，咁個大人又會講。
讲变成了饶舌歌手呢，等下转来谈几条讲几条互相爆料又买八卦。所有朋友轉到福喜來咧 ，Rita 今半日喺節目當中呢，來到3屆音樂好朋友共下大聚股，非常歡喜記得來到節目當中3屆朋友好，你好，大家好。喺今日當歡喜，因為你都有倆朋友倆順夫嘅認出嗬，倆3屆都係東要採訪，體擺合體夾共下，而來到學生來分享。其實你平常時表演嘅時節，自家彈唱咩好，喺舞台當。老戲學教，你係完全冇強用嘅。哦，你知道老學生嘅強下分享，還有挑戰哦。袂，我知道袂。用咩人講？因為像咱了解係去國中到高中，還有教過國中生。你自己有教過國中生？係，有教過國中生。你講你看起來是從國中生，即係高中生差唔多吧。但是有發覺到國一到國二、國三的反應會冇完全冇強用，因為國一可能係講到跳擺嘅環境，去到比較新嘅環境。佢都很像國小，當種小學生嗰種當定印象，或者到國二、國三嘅嗰種係是確實會讓你有一對，會有一些都有頂嘴意見係啊。係，冇事嘅，你到佢講話佢唔想回你，不想回你。所以了解戲學教。做了音樂表演，因為其實咪係靠眼力啦，用班音樂幾多互動嚇。啱講起來，你都自己回想一下，你都自己做學生嘅時節係用班嘅學生啊。我係當好嘅學生啊。用班嘅當乖哦。係啊。啱咪當乖嘅學生。真嘅，你可能有特別冇了解。哦，好，我都冇了解。像講你係用班嘅學生啊。佢小嘅時節圈動好。國小以後是唔好了呀，就比較叛逆了。國中之後就開始叛逆了。對，國小時候我沒看書哦，我又就是幾乎都每次都考第一名。對，然後不然就是模範生之類的。對，然後國中以後用班人呢？就動好搞吧。好搞乜解？應該都是搞乜解？其實嘛，冇搞嘛改，籃球啊，打 Q， 就打球，還有撞球啊，然後只是比較會流連在外面這樣子。只冇轉播卡，就比較不喜歡讀書，比較對啊，比較少去念書這樣子，但是還是很喜歡看一些課外讀物啦。哦，對啊，你知道按講聽嘅時候叫學識淵博嘅感覺啦，要看課外讀物，所以其實你係動好接觸新嘅東西，你喜歡接觸新的。其實說叛逆也還好，對啊，只是比較愛玩而已。所以好搞，所以你係做啲搞冇強嘅音樂啊，饒舌啊，吼，寫冇強嘅音樂啊，吼，有樣樣。咁看起來是係都竟咪做工程師，還做音樂，你是係怪學生嚟哦，係啊。其實應該高中嘅時間，我就覺得我自己蠻追的。怎麼講？就是因為高中那人家信主高中嘛，高中的時間大家都會互相叫對方錐子。真嘅啊！你樣講信主中好，我係信主唔中，因為你所屬嘅男校跟女校的第一志願所以地圖全部係你講嘅，全部係錐子。你係因為漢因為啱用音互相係黑嘛？應該唔啲呢，就是大家就從學長就流手就傳下來，然後我就愛係大木匠嘛，他就看起來是動怪啊，咁樣，對啊，然後就也。就是都只在念書，然後唔敢撈什麼嘅公會啊，係高中嘅時節真嘅係咁嘅。咁你係用嚟變嘅咯？到大學再長出去表演，咁開始改變。所以你係大學開始搞音樂？高中嘅時節。高中學吉他，開始唱歌。哦，係咁樣哦，因為穩扎穩打沒以後呢。係啊，跟阿娟喺電講自家國小。是開始自家會用錄音帶，做你自家嘅詞曲，還發不通好，還強迫佢哋聽出一下，會喊半音，好厲害哦！係用筆嚟哦。我大概係下好嘅同學，小二三天啊，唔係廣東路，大概係得，因為我係得2年生會上國中嘅時節，加咗暑假開始錄嘅，所以我係上國一嘅時節，讓那本佢哋讀。
嘿，唔会当跳摆是开始做的。啊，从5年生人可以写歌嘛，嘿，用袂按开始用完开始收嘿，开始在当校因为歌手啊。啊？系啊，那弟王力宏你偶像大家嘞，兄弟，所以因为按用你开始写歌啊。弟嘿，因为开始弹到嘅歌，佢开始出听伊第一专辑的时节，我用弟俩只歌手，还是弹到秋冬好弹，还是卖第几个专辑，嘿，有动烟刀，都出来发。是卖第几个专辑转移，是发觉到啲袂有介嘅少改嘛，还有看到两种专辑10条歌，有7、8条全部自家写的。哇，嘿动崇拜机，动嘿，而且我了解因动强，又袂动到乐器，还是上俺妹上个老吉强用，所以还是上，因为也是那俺妈妈特别买个写填词琴，那写歌是写题首歌。哇，按动厉害呢。已经动走诶。嘿，所以从该东西开始是跟自家写歌创作，都紧嘞，都紧嘿。该哪时开始写客家？一开始是会啊，一开始第一条歌是写客家，我该讲你还记得吗？大概已经就按那你从两记啦，我只会讲下内容啊。好好好，因为我细时节哦，动好搞洋娃娃，嘿，嗰啲嘛好笑啦。冇嘿，什么嘿什么嘿。动好搞个娃娃啦，是人讲的那种的哦，人讲的那种。果然是为大家人讲的都有名的，了解都嘛解，太保细保嘛解嘛解嘛解。而且写题一首歌给我的时节是想讲，你啊想咧写，你啊甲人讲的的事情好咧。所以我写嘅事，嘿，我大家人讲啊，我都会赋予他生命。几位听懂哦？几位听懂？冇听懂。我为求佢嘅个性系用扮演的，嘿，所以你啊首歌是写啊其中一张人讲的。好，你赶紧从两记本你谈，可能已经讲咗上到用扮演，你嘛个性格。冇啊，我即写讲该个人讲的，佢系个写来的。佢平常时是会幻想，当希望自家就会成为西部牛仔。哦，会让人总有个想象嘿嘿，所以嗰首歌其实按到佢的梦地位都起码，因为佢现实生活当中冇嘛，所以不梦的时间，嘿，差不多就安咁样。慢从几从两记啊？唔会啦，唔会，从两记啦，总得系啊。都咩唔记得了呀，都很模糊。很久以前了。所以你还没谈懂，你也提一条重奏啊？我喺一家糖度啊。哦。跟讲安多嘅工作，冇啊，嗰時咧成多嘅以為冇會影響喺重呢一個。东排谁圈啊？切 boy。好啦，其實吼，你啊音樂創作，相信你拿出嚟本題一談，相信會變得心感度，因為知道講你係屬於自家嘅回憶，有啱嘅感覺係啊。還有講，應該算是私藏吧，就比較私密的一部分。哦，所以可能有機會阿斯塔機會拿出來係。可能啲自己結婚嘅時節啦，又係講佢拍賣嘅時節嘅時節，機會攞你啊過程帶出來。可能哪一電台嘅時節，我直接在線上跟大家分享我過去嘅作品。我未做得啦，我未當生詞啊，嗬。係啊，咁你都有自家談到人生當中第一條客家歌曲，香港影響都係乜嘅歌？其實我係二沙，係蔡依薇先生嘅歌曲。哦，二沙。因為呢條歌係我。駐唱的時節，那個我的前輩是哲偉哥，哲偉哥，給我唱下。我去堂機唱過，然後他就說，哦，他現在有接觸一些客家歌，然後他就唱這首歌。那個堂頭時期都哇，因為按好堂，因為我細時節全部堂山歌啊，全部堂客家本色啊，就是這些客家歌。第一次聽到流行客家歌曲。我覺得還蠻震撼的。錯。所以咪係舊年一開始你啊寫歌曲，希望講推廣客家歌本大家欣賞。我每次都有一個因子在。所以我看到蔡依薇先生那邊動心無記。哇，很好喎！咁順帶你自家呢，細細按好教，哪時開始彈客家歌？跟成年嘅時節要表演，要從嘅嘛嘅白講白破。哦，你誰參加比賽了啊？然後流行歌我真的沒有印象，所以你誰係彈粵歌？對，都是聽那些就是算怎麼講民謠嘛，童謠啦。係啊。哦，係按用音哦。所以其實吼，你生命當中當到嘅兩人講淬煉啊，也講養分啊，係不經意的。變成你離下就咧做客家嘅音樂嘛，嗬。當然你都。
根本以来係愛介紹呢度嘅音樂陪伴大家係啊，我講呢啲麼？愛圖聲音吼，愛圖各種聲、各種聲，相信冇人改哦。你彈起到有乜個技巧，等下繼續嚟老大家分享咯。親愛的 Jamie， 聽好人愛，基本你熟悉到你，基本你的心情本來都一片，你的出現本愛像一膠水，像對他寫的海，從日記。做日記 Jamie Jamie， 伊係愛的傳奇 Jamie Jamie， 愛上愛to me Jamie Jamie， 愛緊緊中意，你可能有更多愛，動映中的表情，因為愛過到你，緊緊揮手揮手歡喜。Jamie， 哦 Jamie， 你係愛的傳奇 Jamie Jamie， 愛上愛to me， 愛上愛to me Jamie Jamie， 你將到我眼邊，將到我眼邊 Jamie。Jamie， 愛緊緊中意哇，家下你阿 Jamie 哦，吼，從頭已有感情哦。Jamie， 哦，所以既然你係 Jamie 哦，呢兩三年唱歌起來感情完全冇，你可能是動心情 Jamie， 跟你唱是 Jamie， 我是認真否定。哎，所以哎呦，唱互相冇強嘅唱咗唱了有感覺哦，一生氣哦，有動音劇連兩首歌啊，被播音樂了，播音樂，一連環嘅感覺係啊。哎，你啊創作者羅賓自家都介紹一下呢條歌曲。呢條歌係因為一發通，有當到網友就在網站留言，留說啊，想要對別就是想要聽到的稱讚。就是你就留一句說你想要別人跟你稱讚什麼話，他 Kiss 講，Jamie 我就是 Jamie 你美到腦袋裡，你美到腦袋裡都美的意思。哇塞！你啊地圖腦袋都係最正。最正哎，開始覺得不然就寫一首關於海洋有關的，說想要吐一句，就是高水好就是海孫錯。對啊，就是這種輕快的故事啊，是亞軍是讓愛變 Q 時變得還蠻好，就是很有這種海洋風。哇！另外是，那這個聖代就對着我唱 Jamie 是蠻奇怪。我呀，這個是濃厚的友情，還有誰啊？你哋冇見過佢當當有準備，佢講我即興表現一下俾你哋看。啊，改東西。好，唐人師弟哦。好，你係 Jamie 有唱歌本堂咧？啱咪用Jamie 嘅曲，不過係詞要改一下呀，好好嚟彈下。Jamie Jamie， 愛唔熟悉你，我不知道他是誰，愛唔熟悉你。
問阿斯塔，阿斯塔，阿斯塔，水平的你，繞 Q 完美，就是要求完美的人水平的你，又唱么呢？你可以唱完再解释没关系。水平，好。阿斯塔，阿斯塔，水平的繞 Q 完美。Sunday freestyle 係你先發風雪。Rita 吹毛送錢的你，誰冇就係你。才貌雙全，對不對？哎呦，吹毛送錢哦，安慰講不了，幸福。同咖喱，真嘅嘛？佢講 freestyle 成日先發風雪啦。係啊，真嘅，係。所以佢點講呢動音嘅咧？係啊，佢聽我講愛動音嘅，佢先音音嘅啦。係啊，愛動音嘅啦。哎呀，不過我是覺得是擇善固執。哎，佢是繞 Q 哎好好的東西，佢要保留下來。所以你要做啲嘢會金曲獎啊。係啊，真嘅哦，東西冇。恭喜！容易佢起來出行業專業嘛吼，我哋講留音嘅歌唱已辛苦啦。好，唔講呢啦，業會是係肯定，錯嗎？哎，錯啊，是東方戲咧。係啊，吼，韓國當當係做善服打扮到動將，吼，你係你客家係共用。嘿，真嘅，因為起到不要讓客家歌手假面子。哎，就要打扮體面一點。哎呐，哎，真嘅。係啊，你業會係實在充滿打扮到動將，哎，繼續業會哈，繼續做音樂哈。係啊，所以家堂咧 Jamie 嘅歌曲吼，我堂當然你禮拜講到去教人啊，讓學生啊大家互相交流，我做咧種嘅交流吼，我咪講你哋推廣場嘅時間，可能你是改觸動那個學生心弦的那一位。好，有咁嘅可能啊！但愛情嘅故事啊，美好啊，無論上家場，又係講用扮演大病嘅故事都做得啦，是係大部分係家一隻新嘅感受嘛，哈！你一擺啲表演地圖，除了用呢個本來嘅創作，同埋還有童謠係啊，哦係，有因為馬莎寫嘅，那上沙都有自家嘅童謠。係，佢倆發團到下課嘛，你位歌手嘅下課天出嚟唱嘅啊，主題曲，主題曲，佢彈馬尾嘛哦。係啊，所以特生人嚟童謠都有，你嘅童謠人都買名。按到無通記起，不過禮拜時間好少，我是冇從阿斯塔嘅創作《熱頭髮》。哦，熱頭髮。係嗰幾個下課兩首，我哋係童謠。所以希望講用冇強用嘅風格啦，嗬，本大家來很難氣氛客家嘅音樂嗬。呢一排譬如講有嘻哈，有饒舌嘅，有演抒情嘅，有沒有係搖滾嘅，沒有係節奏藍調嘅係。一排幾隻音樂同合係馬莎咧負責。音樂哦，你講嘅歌嚟嘅。係啊，所有咧幾隻表演，因為一氣呵成嘅。係啊，可所以我哋上班去練團嘅時間，只有順沙拍嚟表演，對，我們都排表演都排好。好，一連串，本機當順嚟啱接拍來嘅。係，一開始時陣我哋本大家係冇強用嘅哦，一開始係幾開唱，哦，幾會用條線街台，公司跳舞，舞機係啊，大杯舞機。誒，講到跳舞機真幾會跳誒，一爸媽是舞王舞後誒。冇啦，冇咁厲害啦。誒，有機會要請一爸媽到節目當中來跳舞好咧。我佢都不知道敢不敢。爸爸媽媽係先生，所以你一擺一開始為啦學生嘅分享故事，係講上嘅創作嘅人，其實你係當好上手嘅一隻方式。沒錯。好自己作曲編曲，其實你係當好用。其實而且就是國中生，他們比較喜歡一些不一樣的東西。電子樂器。對，所以電子樂就當開場。挺一條我們就用比較民謠的方式先去做呈現。是帶了Jamie 啊，然後後來之後就會越來越比較刺激一點的。更期待乜嘅刺激一點呢？衣服原本穿很多，然後越來越少。唔係啦，莫亂講，就真係比較嗨音樂風格，就音樂係反派啦。係啊，好，夢該11月22號本演唱民眾報名誒，大家都做得起，台英蛇子先做得起啦。先做得。係啊。你跳發未要交唱？教唱。教唱哦，教成嘅強下來，大家都強下唱。
係啊，所以當期睇呢擺三屆強下來表演哈，特生音風嘅冇強樣，我相信聽場會非常嘅精彩，因為音樂呢都係好音樂，韓國又有用心嘅編排哈。今年11號甲今日是開始，韓國10月25號，韓國11月22號呢一場要開放30屆嘅朋友，大家就得來到現場哦。所以請大家 follow 佢哋粉絲專頁係啊，是有自信了。好，韓國呢稍早是下課音樂節，呢兩三日嘅表演，哈，請大家來到當中看咯，哈。好，今日再次感謝三位，祝福演出順利，希望大家係收看，等下聽連線上強下來做運動了。